大家好，家長們，你有冇諗過我個仔女係咪同緊啲明星第二代讀緊同一間國際學校啊？你又知唔知邊間國際學校其實最多名人家庭中意呢？今日一次過拆解三間好搶手、好 top 嘅國際學校，星二代就讀名單、學費、口碑都講俾你聽，唔使再周圍攞料啦。第一間宏立書院 ISF Academy， 有邊個名人明星讀緊呢？甘比嘅女劉秀華。雙語私立學校24年 IB 成績係38.8，全港排第7，學費係23到29萬嘅港幣一年嘅。第二間就係滬港維多利亞學校 VSA， 星二代嘅代表就有劉德華嘅女劉向慧，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星二代噶，有班星二代嘅同學仔由幼稚園一齊讀上去，係 IB 一條龍嘅學校，學校係盛產 IB 狀元嘅國際學校，學費15萬8到22萬2港幣一年嘅。第三間英基國際學校協會 ESF， 咁謝安琪個仔啊，楊千嬅嘅仔啊，佢哋喺小學啊同中學階段都有喺呢間讀過，當然亦都有好多明星咧喺呢度畢業嘅，即係好似薛凱琪啊、李治廷佢哋等等。課程係多元化，有 IB、IGCSE A Level， 學術成績非常優異，學費10萬幾到16萬幾不等嘅。睇完呢三間國際學校，你又最心儀邊間呢？仲有啲咩唔明嘅地方？比如邊間係啱自家嘅小朋友呢？點樣申請啊？評論區留言國際學校，我哋會發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㗎。香港嘅國際學校申請仲趕唔趕得切喺26年入學呢？過咗年返嚟，家長已經從放假模轉翻做衝刺模，落實孩子嘅插班規劃。但係關於香港嘅國際學校申請，好多家長都一知半解。到底香港國際學校係咪可以而家仲趕得切報名㗎？答案係可以㗎。3月已經係進入插班最後階段，尤其係熱門嘅好學校。以下呢個表列出仲可以申請下學期入學嘅學校，咁大家可以 keep 低留意下啦。另外，亦都有其他學校嘅官網係仍然接納大家嘅申請，請大家 keep 低以下呢一個表作為參考。另外，記住就睇翻官網，盡快申請啦。教育局日前3月2號發表咗最新嘅公佈，主題係從不同層面加強個別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探討點樣利用人工智能嘅技術去支援有特殊需要嘅學生 SEN 學生，以及唔同學習進度嘅學生嘅。各方係指出，未來會係積極推動學校引入 AI 輔助工具，例如語音轉換嘅文字系統、情緒識別系統以及 AI 個人化嘅學習平台。呢啲技術咧可以精準咁樣評估學生嘅學習難點，提供度身訂造嘅教材，從而拆解學習障礙，做到因材施教。呢啲咧雖然係本地政府嘅施教方針，但係對於一向極度重視多元共融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嘅香港嘅國際學校界別嚟講咧，絕對係未來幾年嘅大趨勢嘅。預料下幾個學年咧會有更多嘅國際學校升級校內使用 AI 特殊支援嘅系統。家長喺揀學校嘅時候咧，亦都可以多加留意㗎喇。有興趣深入了解政府最新嘅教育方針，可以去教育局嘅官網睇佢完整嘅文章。連結我哋亦都放喺以下嘅資訊欄嗰度㗎。蒙特梭利教育喺小學階段係咪真係能夠順利咁銜接呢？雙語學習環境係咪做到沉浸式體驗啊？聽人講就不如3月25號趁住呢個機會，親身走去校園見證蒙特梭利教育嘅魅力。呢個就唔係一般嘅校園參觀，親身到場可以滿載而歸。喺學生返學嘅日子，親眼睇到2歲到14歲嘅同學點樣喺高自主度、高專注度嘅環境實現自主學習。現場咧亦都由小學生親自去分享，聽佢哋講下喺雙語學習環境嘅歷程同收穫，就比起官方點樣講就更加有用啦。亦都深入了解學校點樣將孩子為中心嘅教育理念落實到每一個教學嘅細節。如果你都好希望培養孩子嘅好奇心，喚起佢哋終身學習嘅熱誠，呢一個開放日絕對係值得列入你嘅行程表嗰度㗎，名額有限，有興趣嘅爸爸媽媽快啲預約啦！日期係3月25號，地點係 IMS 赤柱校園，詳情請瀏覽官網同埋以下嘅連結。鍾意呢啲實用資訊嘅家長們，一齊 like 同埋 share 啦 ！Subscribe Alumni G， 加入我哋嘅國際學校新聞資訊圈，每週更新最新升學動態。下次見。